阿公，俺叫无看到诶。来，一撒一粒，挣扎嘅当条毛。真嘅是加油前头感，经运用罗丹呢。俺只说啊，抢错，当叫无识到阿公屋下嘅感咩？俺叫当无行呵。系呀，大帮人嘅好经验，用我来嘅心口转来天数，人数多，也就该轻松一些咧。难怪阿公笑爷爷。爱上老土地买本来来嘅，负责提证业务嘅小子同我讲，我先过来办印鉴证明。好，抢先本爱身份证同印呢。阿公想要申请几多份哦？爱喊天申请嘅用途么？我爱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喊天啦。好，佢就爱申请2份无喊天用途嘅印鉴证明。按样规费系20几元。阿公，请看一下，入边印鉴申请人系印鉴证明使用目的系无喊天用途2份。那系无其他问题，请伫入边签名。按样就做得咧，1万5。按这些哦，唔是生意。